高雄世运主场的场地，即几档是有办过几届的演唱会，也毋过若准是平常时这地下室的停车场是拢无咧使用，真无彩。所以市政府就来开放主场馆的160多个车位，互人停车。也毋过颠倒有人是认为费用有较贵，也会烦恼即个演唱会期间这车辆会歹出入。 高雄世运主场馆这几档带动袂少演唱会商机，不过主场馆附近的公会、技工、河涌在里，基边的汽车拢停伫细条车路甲巷仔内，长期以来停车位不足，基边不时咧冤家。技工里的里长表示讲，过去世运主场馆停车场捌流标2届，这道总算是有厂商愿意进驻，也有166个车位提供给基民，不过一个月按2000的收费，民众有无敢看法？蛮便宜的。 因为附近停车场月租的都要2000多、3000都有，而且不一定有位置。有的人较欠啦，你著到遐1500，我才2000，我著一个月当省500。 著伫遐小可伫遐三心两意，要租还是唔租啦？交通局表示讲，这3里路比干那20架汽车架，甲160架机车车架，因此市政府伫今年2月规划世运主场馆地下166架车位要租予民众。7月初嘛办过说明会，每一个里分配到5台车位，一个月里面的租金是2000，一般民众是2500。除了租金的问题，民众嘛会烦恼讲，若是办活动的时阵有 停车限制。当天我都对外开放，毋过阮即马是咧研究讲，看我都是讲，演唱会头前的布置的时间，还是讲后壁设定的时间，会使缩短一下袂？文化局表示讲，考虑到演唱会人潮、车辆歹出入，未来演唱会期间未开放里面停车，毋过场地布置的时间会当放零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